20到21世紀期間都有做過一啲研究同埋調查，發現進入之後維持1至2分鐘就噴射咧就太快啦，進入之後維持10至30分鐘先至噴射咧又太耐喎，可能會乾、會痛，甚至乎會好攰冇力。因此研究大同小異咧都會定義進入之後維持3至7分鐘先至噴射咧就係足夠。進入之後維持7至13分鐘先至噴射咧，就係令人嚮往嘅。不過呢啲咧都係講緊陰道交，肛交就另計嘅，因為牽涉到放鬆括約肌啊、忍耐痛楚、直腸裏邊本身冇性歡愉嘅神經啊，以及前列腺嘅特性等等，所以出現嘅變數好大㗎。唔計前戲，全球男士噴射時間嘅中位數大概係5.4分鐘左右，有啲國家快啲，大概係3點幾分鐘啦。年輕一啲嘅時候咧，18歲至30歲，有啲時候可以去到6.5分鐘。51歲以上嘅朋友平均就4.3分鐘嘅。其實範圍好廣闊㗎，33秒去到44分鐘都有。3成半嘅華人男性不足半分鐘就噴射。喺我自己嘅華人個案當中咧，44秒去到2分鐘左右啦，都係十分常見㗎。至於女性要達到高潮，進入之後14分鐘咧先至係中位數。唔係話7至13分鐘已經係最令人嚮往㗎啦咩？10分鐘以上唔係已經太長㗎啦咩？呢條數學題應該點樣計算㗎？所以前戲同埋愛撫就係令大家都可以享有令人嚮往嘅性愛時間嘅關鍵啦。互相關心、認識彼此嘅身體先至係性愛嘅基礎，唔係淨係放一啲入去喐下喐下就完事㗎啦，都學識啦嘛。